咁啊大熱暫時顯示係7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中間好大隻嗰只啦，係朗日雪峰嚟㗎。咁啊最出啦馬特峰啦，咁啊中檔第3位有龍澤飛區，埋邊第4咧就係嗰只領航傳奇喎。第5位嘅馬啦，咁啊着領先啦，埋邊橙色眼罩、白衫綠色袖咧就係呢隻傳承者啊，大約跟住個內欄第6位嘅，咁啊外邊第7位啦，有呢隻就威威父子啊，後邊嗰5匹馬武林至尊、進彩飛馳、海泉7福啊，暫時殿後2匹馬分別係至開心同埋同寶寶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咁滯啦，向住對面直路頭進發啦，放咗出嚟跑咧就係好大隻嗰隻咧朗日雪峰啦，咁啊細隻啲嗰隻馬特峰咧咁啊埋到嚟喎，跟住個第2啊領航傳奇咧就淺藍衫，跟住個內欄第3嘅，響出邊第4位嘅馬咧就係呢隻龍澤飛區啦，第5位着領先啊，內欄第6橙色眼罩咧傳承者啦，紅衫外邊嘅第7位仲有呢隻威威父子啊，後邊5隻武林至尊、進彩飛馳啊，尾3係海泉7福啦，尾2係至開心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同寶寶嚟㗎，咁啊過埋呢個600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咧都仲係呢隻朗日雪峰㗎，咁啊跟住響第2位都冇變過，係嗰隻馬特峰嚟㗎，內欄第3咧仲有領航傳奇、龍澤飛區，第4已經比緊啦，埋邊橙色眼罩咧傳承者揈出去外邊，着領先，最出嗰邊仲有威威父子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綠色衫係進彩飛馳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朗日雪峰咧拋嚟咗個幾身位喎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馬特峰啊，中檔咧仲有傳承者追緊啦，佢最出嗰邊就威威父子啊，最後100零米朗日雪峰大步大隻咧就放到啦，跑第2名嘅馬有傳承者。第3外邊係威威父子，跑第4名入邊捐上嚟喎，係嗰隻武林至尊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朗日雪峰都順利贏馬啦，都好大步、好大隻嘅，咁啊俾佢細隻啲嗰啲啦。咁啊傳承者跑過第2，外邊都係細隻噶啦。威威父子第3、第4名係武林至尊。仲有自己單騎領放，朗日雪峰今次係到啦，一放而回，跑第2名傳承者，第3名威威父子，第4名武林至尊。臨尾淨係出咗閘嗰啲飛咧，都跳咗幾次，去到最後都係傳承者大熱門，但係朗日雪峰都係落到4倍啊！